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咁啊，今日介紹宏碧一個盤啦，實用面積523尺。咁呢個盤咧，佢係梗廚嚟嘅，唔係開放嘅廚房。咁啊，兩間房啦，咁啊第5座啦，比較近出口少少嘅。咁啊，唔阻大家參觀下單位入邊嘅價格先。好啦，因為租客就剛剛搬走，咁啊基本上就間屋就有啲亂嘅，咁啊清潔中，咁啊廚房雪櫃打開散緊味。咁啊呢度廚房雪櫃啦、洗衣機、梗廚，咁啊兩邊廳，一邊就係飯廳、客廳，因為真係啱啱搬走啊。咁客廳景觀其實以前咧就望到呢個海景嘅，咁但係因為前面啲樹高咗啦，同埋起咗呢個燒花聲啦，所以個海景有少少擋咗，變咗望翻迴旋處。但係夜晚係非常之寧靜嘅。咁啊，洗手間一個明廁有窗啦，有個浴室寶添啦。咁呢間睡房咁啊，做咗衣帽間同埋書台。咁呢個景觀咧就望翻城市大學啦，同埋科學園嗰邊海景啦，馬鞍山市中心。因為呢條路咧，佢唔係一條主幹道啊，都係通常係翻屋企啊。因為呢度就應該係架車就應該嚟燒花聲啦，嚟宏碧啦，咁啊嗰邊入邊咧學校嘅車啦轉咗入去入邊嘅，咁都好少車入嚟㗎啦。到呢邊主人房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興趣，可以 call 我 Sam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2，等你電話。